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我嘅頻道客家體學堂。今日來到課堂，平時見過人哋看到好多交流睇下，冇想到人哋本來係一條客家村嚟嘅，按咗課堂村。又就叫陳志賢先生，小人哋嘅村長嚟嘅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做乜解人兩個課堂嘅呢？其實喺以前咧教初學，喺英國人咧，佢測量嘅時候咧，我哋本來個河灘村，其實教初學變咗河灘村，教初學依然攤初學，我哋冇所謂啦，從此就變咗河灘，大家100年就變咗河灘。100年前咧開始做一鐵路咧，就係整下火車路，喺單地方嚟嘅，就火車路咧一出嚟就係海，落邊咧就係亞地園啊，喺度唔同啊，就火車路咧分街嚟嘅，就好清楚嘅。那就工廠睇下啊、出測啊，那度咧全部就喺度田嚟嘅。我哋間中咧，那度咧原本喺我哋喺度田嚟嘅，我哋1978年向政府申請，1994年批俾我哋40月初，起來之後咧，我哋基本上係冇地方去噶啦。就村屋咧，就係我哋田申請到水庫一個山本來都係都係小波一山嘅。係我哋小波山，松樹我哋一隻。陳村長帶我要看佢廚堂，我要寫點營養施策，統得家風，營養係餐嘅小度，佢係想餐喺度人嘅人條來嘅，統得係看潮一陣個餐閒嘅人，因為佢博學多才。皇帝賜其為統得先生，佢係上蒼人嘅講員，所以佢就係家風嘅代表咯。課堂村有3房人，所以有3隻廚堂，有2隻窗台好好，有一隻就準備重修啦。100幾年前，部分嘅居民移民去馬來西亞，辛苦打工，賺到錢轉嚟起屋。60年代後期也有人移民英國，也賺到錢轉嚟起屋嘅。一條村喺打哪位來啊？我哋課堂村咧，早期係由五華就遷移到博羅，在1668年咧就來到課堂落腳課堂咧，約莫係360年啊，上下啦，我哋。即係1668年都啱啱遷開書嘅屬主要人調出嚟。係冇錯。唔規定人哋巴達顏呢樣嘅地方。我哋覺得那趟咧有隻厚厚嘅海灘，一條唔鑊要豐富啊，即係邊有條河，河咧可以卸衫，可以一條水攞嚟耕種啊，喺隻厚厚嘅地方，亞地嘅住成3天那趟就落腳，所以條村咧按個河灘村。看嘅地理環境嚟講咧，耕田都算好嘅喎，應該嘅。來喺你主要嘅都主要靠耕田。嘅就耕田搞得咪少咗要。我哋條村咧後晝嘅冇耕種啦，我記得。所以上嚟我爸14歲見出香港打工啦，都冇耕田。而家就出去打工。冇錯。由於叫港鐵路1911年就通車，村民後晝就放棄喺農耕嘅生活，到外面去打工。工出嚟土地嘅部分發展為鹽廠，部分也發展喺其他工業。促進現代人類農村面貌。但係課堂村係在1985年才啟用嘅，所以課堂村在上個世紀嘅大部分時間，交通還係唔係好方便嘅。居民要行大概8個鐘頭，走到沙田搭火車去市區讀書或者打工。今仔要入課堂村呢，行幾分鐘就可以坐火車去市區咯。由於課堂在吐露港嘅海邊，地勢好大，
上個世紀也受到雲台有到颱風嘅影響，損失都好嚴重呀。打風柴啊，喺度建有喺度拱橋啊，然後其實都有危險嘅。試過幾弊嘅，就尤其是雲台啊，雲台一陣係濕水，嚟到要煙槍，喺後射啲一條海水咧，哇！沾到我哋款屋雙腔同下腔啊，雙腔就舊啲啊，下腔咧係超出下腔一等咧，就之前沾到落喺屋嘅，都有嘅，人嘅有啊，沾到有嘅，係啊，雙腔就後啲。所以我邊名咧，我照嘅。啲打風日頭就嚴重嘢就照。冇錯。因為吐露港嗰兜乾海水落嚟噶嘛。尖哥咧後度破壞先後替嘅，動作抹啊。嚟準復嘅可能就所有海水都唔出啲啦，一邊啊。他隨速政府對吐露港攞上門河嘅處理，見啦變得好安全咯。佢海有好處咧，一捉下括下輕河他做一下，後度後容易就可以識得爆識得爆啦要冇錯，識咗呢條呢個滿海路，一雕刻唔做。就五兆嘅，仲講量產啊，講蝕咗五兆嘅。蝕咗唔係我頭人咯。係啦，冇錯。但係講即係整咧發題材就比較難。因為以前咧環境而冇機會比而。6件人組錢要幾多人？要4000。係4000啊？要賣8年啊？8件人。8件人。見到個手係啊？唔係見到個度一條罌繩結婚就上嚟出。結婚咧後度都出發大湯嘅，有公婚咧就辦出去啦。見到始終係一日一度嘅。就算咧到檢時檢熱啦，我哋人幾面貨單存一啲燃料啊，都係唔多嘅。要到過百。過百，有熱天過百。過百算到喎，啱啲都要睇移民啊。有，我啲反而唔多。去英國啊，嗰度就將我啲全部嘅燃料咧。10%幾人上去，少啊！貨攤村同其他客家村一樣，有一後注重對主題嘅教育，所以後就要間書房下。貨攤村咧，亦叫3幾年咧，睇個朝前先去間書學堂嘅，我哋喺書房下，我哋就請嘅先生來教，用客家教嘅，用我哋一條村民在當讀書嘅，那攤就係以前我哋喺書房下。佢當教咧，有隻我哋喺寮濟國啊，看緊嘅，有隻拋寮啊種喎。書房下都當然就結束咧。喺書房下後就見結束咯，亦叫唔切嘅，就政府出錢，我哋村民籌集一部分，一齊去揀個貨攤公立學校。即5,000人就代替喺一間書房下，係啦，冇錯啦。就要間公立學校，然後咧就唔讀客家書咯，就讀本地書。係冇錯。喺度老書咧就寫詩詞唱。係啦，冇錯啦。就唔係寫人哋副官喺度鄉下。係啦，冇錯啦。佢冇太後度，有支舊款嗰隻要600幾隻學生。哇！係啊，都好正啲人。而就比那副官喺度主題讀嘅，即咪無聊行啊！係啦，冇錯，那條村啊，咪梗係黃竹陽啊，即係條全部路咯。係啊，全部喺度細蚊仔，都喺咗那燈嘅，喺條先生咧好有心機教書嘅，所以佢同一條村面咧金錢咧好厚嘅，當其他人用嘅。攀到幾多人仲要？攀到亦叫8,000人。哦。喺人上啊，超唔攀咯，超唔攀啊！因為咧沙田發展啦，要一條煙台花一條小學啦，一條中學啦，然後喺度準備起煙台喎。嗰啲水準嗰教。係啦，用將學生考收係條就結束，亦叫8,000人開始結束。貨攤學校。真係而講喺書房下數錢人又把條咩毛書禿。我把錢咧都好艱難啊，迄陣咧冇連禿都冇得禿啊。但聽阿爸講咧，佢就去到哈和茶，喺沙田呢條村個哈和茶村，反而其他要書房下喎。阿爸咧就去一單禿咗2年。係咪將人記後講客家話唔多？唔多。因為藝咧比較中意客家文化嘅，覺得嘅含有好豐富嘅。文化底蘊，
用藝詞家超要先出啲嘅，藝詞家都後手叫佢講啊，要乜從一出面狗頭到咩用客家話，係到中央爆料見客家喺度展示喺傳統，其實係後演上移，將客家喺度文化啊、客家話啊，樣可以傳承係國際而對我哋客家文化喺後梯嘅功勞。嗱，用嘅後演上移，喺度做嘅客家人咧都唔識講嘅好多，所以咧我哋可以講多啲。要乜而唔講出聊舌啦，都冇啦。其實我哋包裝啊，包裝好，多謝你啊。唔錯。冇想到沙田有舊土發展嘅新市鎮，在100年前係一隻充滿客家風情嘅地方，但係見到大部分都變高樓大廈淹沒去了。我希望能夠盡量探本尋源，挖出很多客家村出來，俾大家看。好啦，我今日就講到呢度，多謝各位。